今朝去口房子玩哈，别当你买一台电脑房子。哦，是噶，不能讲女朋友啊。我当上你喊你妹妹，你别去称多啊。哦，是噶啊，别称多啊，你讲你放屁我弟弟啊，是噶，当我一点狗狗死啊。这里白板弄女子呢？他现在要学爬，你知道吗？你从牙齿来带你的白送我不才搞一个钟头样子噶，包上你漂亮啊。他好像比我好看一点点，不是一点点，10点点，眼泪不下子一滩。你都要说孩子，你说想着了，不出国的噻哈，你都要不弄你到了上了，就是三次敢想在噻，说你想不想？是噶？哦是噶。我最近做梦也梦到生2胎，再养个双胞胎，3个儿子，俺不领一个，俺不领一个，你都自个领一个。我是拿着包包养。谁料你儿子没发白，贴的没改过啊？你有点力气，你来搬动儿子呢哈？我有接近50岁斤，不动。把眼狼再追了谁的？追俺不，得来个孙子，真叫。那也靠着讲。御用靠，看房子靠，你觉得一出门谁也靠，不至少个毛病。你看遗忘的，期望不够看，忙不够忙。希望你能买到好位置的好楼层的。买衣服啊，买汽车啊，上了个当最多几百几千，10-20万，你这个房子一辈子的心血就没有了。所以像我们工薪阶层冒不起这个险。这种困难者，头一道估计3楼半儿子，真的不容易。你付了那个辰光，我已经搬。记得头一道气女风雨干高，第二道青云高，西北风雪沥沥。说明上帝指引我们就要买这里，永远跟着太阳走。看到那个红太阳。太阳来落大家，落大有太阳家。这单次也是太阳。哟，一个厨房跟他3女差不多啊，一只客厅啊，买3间是吧，先生？一个是3房间，一只大房间。这个是飘窗送的，送的也没什么用。做的是。这110几个平方米个差不多的，一只墙上3道顶。101的。100米开外是公路个释放，影响大得不得了。那个是最关键的，为啥的？你这个2场雷达现在全部毛脱，其他侪毛脱了，人家侪是开绿的这个分。这些游乐设施你看看还是蛮好。那个侪是糖衣炮弹，讲不来听啊。我就是喜欢吃糖衣炮弹。这种困难着呢，咦，这谢，奶，为啥分支？给你当是发支，今朝是为啥嘞？你再讲一遍。那不要。来快点，侬那个经典人物再讲一遍哈。我来当你讲。不，那些过程，不要，我不要讲了，侪是1层毛脱毛4层，也是个意思啊。对，因为1层的4层的火进入不是一样的，肯定有12个汉，所以你证明侬1层毛脱毛了2层或者3层。毛2胎2层的打通来房子比太头不能说，800年个房子哪打通？璀璨盛开，美好如愿登临。甚至那小伙也不能说到沙漠里向差不多，也是个，哈哈，不像，你这还不像。